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最近民意调查这个支持度呢，无啥物起色。面对党内立委陈玉珍讲啊，7月23进前，也就是全大会前总统被提名人呢，民意调查未当呢。比这个15%较低，这个防撞条款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承认讲啊，比赛者伫第一局顶半局尔表现唔是真好，为了稳定军心，嘛趁这个5日节连续假期，带这个老部属这个侯友宜登去桃园安排一系列地方拜会行程。听讲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龙啊，嘛请桃园县的议长，桃园的议长呢，这个协助加强地方的组织，来替侯友宜讲话。桃园的乡亲将日前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组一支强心针，目前民调正无乐观，党内立委陈玉珍阁提出着防撞条款，也就是讲7月23号全大会进前，总统被提名前的民调未当比15%也阁较低。第一局上半，也许我们脚步没有那么的稳，我们的团队不是表现得非常好。我们现在全党大家团结一致啊，来共同支持我们党征召的侯友宜，让自己不断的在这一场竞赛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持续到最后，让我们赢得胜利。比赛无啥顺利，桃园老县长朱立伦亲自带老伙伴登去后头找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侯友宜市长。特别来到桃园市，侯友宜当天嘛有看当地白龙镇的比赛，一天上少爱伫桃园走狗的行程，含连日拜会地方要角的贵台名拼输赢。每一个人都有好朋友嘛，那郭董也有郭董的朋友，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朋友，不必我们去做这样子的揣测啊。郭台铭董事长已经多次表达，一定团结支持侯友宜。贵党的行动是真热贴，挂过配上新的民调结果显示，有33%的民众赞成，大概50%的民众不赞成。我乐见了我能够当选，什么配都不重要。侯友宜当选，侯友宜当选，侯友宜当选。就算起头较书面，党中央展现态度，稳定军心，伫咧投票进前拼反转的机会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